都惊这个传统市场买菜的人潮会将做防疫的破口。各县市政府拢有管制措施，各有民众看到这个趁钱点，帮人去买菜。原本这位做餐饮的廖小姐，因为疫情无法度总开趁钱，就伫网络顶来接单，专门帮人来找菜市啊，搁帮顾客送到厝。这嘛，互唔敢出门的民众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。桥头摆经过大街小巷，这个廖小姐倒位市场买几台车的食材，准备送互人客。因为我刚从市场来，所以我消毒一下，你也消毒一下，好的。然后番茄3颗，金针菇1把，绞肉你说要2包，哦，对。挂嘴暗兼目镜，教会进前团伙喷酒精消毒。本来做餐饮业的这个廖小姐，疫情期间因头家暂停营业，伊就咧伫网络开始接单，唔若替人走市场，过配合人家需要，猪肉袂使伤肥，鸡肉唔免切丁丁，拢总无问题。毕竟最近去菜市人也会害怕，帮我买好，而且我也不用特别要跑去提。他们少出来市场走动，那市场相对的人就会少。那感染力就会比较慢慢的减弱。就惊讲市场人客人会增加烧坏风险，所以讲有网友就提供一寡菜单，和民众家己上网络去买，各种食材上网络拢买得到。可以选自己觉得 OK 想要买的，就不同的水果啊、蔬菜啊、肉类都可以买得到。全面防疫，指挥中心希望讲民众尽量莫出门，啊，要怎解决买菜问题？透过网络团结力量大，嘛好计程车代送菜，实在送到府，这个行业愈来愈强。